今日我要講嘅呢個消息係真真正正可以幫大家慳荷包。首先，我想同大家講下現況。大家都知啦，而家香港物價樣樣都貴。雖然話公立醫院收費比起私家醫院已經叫做平民好多，但係少數怕長計啊嘛。特別係對於長期病患嘅老人家來講，每個月又要覆診，又要拎藥，萬一唔好彩要住院，嗰條數其實都幾襟計。好似急症室咁，早排加咗價，每次都要180蚊。如果係專科門診，首次診症又係100幾，之後每次覆診又幾十蚊，加埋，一年落嚟隨時都要幾千蚊甚至過萬蚊。對於一啲只係靠積蓄或者靠仔女俾少少家用嘅老人家來講，呢筆錢絕對唔係小數目。好多有個誤解，以為自己拎咗長者生活津貼去公立醫院睇醫生就自動會有優惠或者免費。呢個觀念係大錯特錯㗎。大家要搞清楚，如果你係拎綜援，即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咁你就真的有一張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睇公立醫生係唔使錢。但係如果你只係拎長者生活津貼，無論你係拎普通額定係高額，政府係星號唔會星號自動豁免你嘅醫療收費㗎。即係話你去睇急症、住院，一樣要照足價錢俾錢。好多公公婆婆就係因為咁，覺得睇醫生好貴，有病都唔敢睇，或者為咗慳嗰100幾十蚊，自行去藥房買成藥算數，結果拖到個病嚴重咗，得不償失。所以今日嘅重點就嚟啦，其實醫管局係有一個叫做醫療費用減免嘅機制，係專門幫一啲非綜援人士，但係經濟又有困難嘅病人。而重點係，如果你本身已經通過咗長者生活津貼嘅資產同入息審查，其實你獲批呢個醫療費用減免嘅機會係非常之大。雖然唔係話100%掛鈎，但係因為兩者嘅審查準則有好大嘅重疊，所以如果你符合拎長生津，你絕對值得去試下申請呢個減免。咁到底呢個機制係點樣運作嘅呢？我哋嚟詳細講講。首先，呢個唔係一個自動嘅過程，唔係話你坐喺度政府就會寄張卡俾你，你需要主動出擊。當你需要去公立醫院或者診所睇醫生嘅時候，如果你覺得俾醫藥費有困難，你就可以同醫院嘅職員講，你想申請醫療費用減免，佢哋就會轉介你去見醫院入面嘅醫務社工。記住啦，係醫務社工，唔係普通護士或者醫生。好多一聽到要見社工，又要審查，即刻就打退堂鼓，心諗哎呀，好麻煩㗎喎，又要查家宅，又要俾人問長問短，費事啦。其實大家真係唔好怕麻煩。你要明白，醫務社工嘅存在就係為咗幫你，佢哋會根據你嘅家庭入息、資產同埋你嘅醫療開支嚟做一個評估。講到呢度，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到底我有幾多錢先可以申請呢？雖然我唔能夠俾一個死數大家，因為個額度係會隨住通脹同政府政策調整，而且每個家庭嘅情況都唔同。例如你係獨居長者，定係同老伴一齊住，個計算方法都有分別。但係有一個大原則大家可以參考，如果你係拎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嘅人士，既然你嘅資產都已經符合咗拎高額津貼嘅資格，即係證明你嘅資產其實係相對有限嘅，咁你通過醫療減免審查嘅機會就非常高。舉個例啦，假設有一位陳伯，今年75歲，佢同陳婆婆兩個人住，佢哋兩個都有拎高額長者生活津貼。陳伯最近因為心臟唔舒服，醫生話可能要通波仔或者做啲檢查，又要留院觀察幾日。大家都知，公立醫院普通病房每日收費係120蚊，如果住10日就係1200蚊，再加埋其他雜費，對於只係靠津貼過活嘅陳伯來講，都係一種壓力。呢個時候，陳伯就可以同醫務社工申請，社工會睇下佢哋兩老嘅積蓄有幾多，通常同長者生活津貼嘅資產上限差唔多。如果符合資格，社工就會批出一張減免證明書。呢張證明書好有用㗎，佢通常有兩種，一種係一次性嘅，
即係豁免你今次住院或者睇醫生嘅錢。另一種係有效期嘅，通常係批俾一啲長期病患或者年紀大嘅，有效期可以係6個月，甚至係12個月。試諗下，如果你拿到一張12個月有效期嘅減免證明書，即係話喺呢1年裏面，你去公立醫院睇醫生、覆診、攞藥，甚至住院，大部分標準收費都係全免，你可以慳返幾多錢？分分鐘係幾千甚至過萬蚊嘅開支。申請嘅流程其實無大家想象中咁複雜。當你要去申請嘅時候，記住帶齊幾樣嘢。第一，當然係你嘅身份證啦。第二，係你嘅住址證明。第三，就係最重要嘅資產同入息證明。對於老人家來講，通常就係銀行紅簿仔，要顯示到過去6個月嘅結餘同埋出入數記錄。如果你係同家人同住，可能都需要提供同住家人嘅一啲簡單資料。但係如果係獨居或者只係兩老同住，手續就更加簡單。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如果你已經拎緊長者生活津貼，記得帶埋有關嘅證明信或者通知書，俾社工知道你已經通過咗社署嘅審查。呢個絕對係一個有力嘅參考證明，有助社工更快了解你嘅財政狀況。有人可能會問，喂，我銀行入面有少少棺材本價喎，咁樣會唔會申請唔到？呢個就係好多人嘅誤解。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唔係要求你窮到1毫子都無先幫你，佢係有一個資產上限嘅，就好似長者生活津貼咁，都容許你有幾十萬嘅資產。只要你嘅資產無超過佢哋定落嚟嘅嗰條線，你依然係合資格嘅。而且醫務社工係會有人情味嘅，佢哋會考慮埋你嘅實際困難，例如如果你個病係需要長期食自費藥，或者你需要買啲醫療消耗品，呢啲開支佢哋有時都會考慮在內，從而調整你嘅審查結果。仲有一點好重要，我要特別提提大家，就係關於自費項目，大家要搞清楚，呢個減免機制主要係豁免公立醫院嘅標準收費，即係掛號費、病房費、標準藥費呢啲。但係如果醫生話你要用某隻特效藥，或者某個特別嘅金屬支架，係屬於自費項目嘅話，呢個減免機制通常係唔包嘅。不過大家唔好絕望，如果你真係有需要用呢啲自費項目但又冇錢，你申請咗醫療費用減免之後，其實你就等於入咗個系統。醫務社工之後可以幫你申請埋撒瑪利亞基金或者關愛基金嘅醫療援助項目。所以申請醫療費用減免係第一步，係一把鎖匙，幫你打開後面更多援助嘅大門。如果你連第一步都唔行，後面嘅資助你就更加難拎到了。我哋講返轉頭，點解我要叫大家廣傳呢個消息？因為根據我嘅觀察，真係有好多65歲以上嘅，佢哋好乖，好怕麻煩人，有病痛就自己忍。佢哋覺得我有拎政府津貼啦，唔好再貪心啦。但其實呢個唔係貪心，呢個係你應有嘅權利。政府設立呢個機制，就係預咗俾有需要嘅人領用。如果你因為怕醜或者怕麻煩而唔申請，搞到自己病重咗，到時要用更多嘅醫療資源去救你，其實對成個社會嘅負擔仲大。所以病向淺中醫，有經濟困難就出聲，呢個先係對自己、對家人最負責任嘅做法。如果你係後生一輩，聽到呢度，我都希望你返去問下你嘅父母或者家中長輩，問下佢哋阿爸阿媽，你哋平時覆診一次要幾錢啊？有冇申請過減免啊？好多時老人家唔識呢啲嘢，佢哋睇唔明啲通告，又或者聽唔清楚姑娘講乜，結果就錯過咗。作為仔女，幫佢哋執齊啲銀行簿，帶佢哋去醫院見一次社工。可能只係花你半日時間，但係幫佢哋慳返嚟嘅錢，同埋嗰種睇醫生唔使就住嘅安心感，係無價嘅。再深入啲講少少細節，有啲人會擔心，如果我申請咗減免，醫院啲人會唔會對我差啲？會唔會俾啲次貨藥我食？我可以好肯定同大家講，絕對唔會。香港嘅公立醫療系統，
醫護人員嘅專業操守係非常高嘅。醫生睇病嘅時候，佢根本唔會理你係俾正價定係有豁免，佢只會睇你嘅病情需要。藥房配藥都係一樣，電腦出乜藥就俾乜藥，唔會因為你有減免就換隻過期藥俾你。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有呢種無謂嘅擔憂。相反，如果你因為經濟壓力而自行減藥，或者唔去覆診，醫生冇辦法準確評估你嘅病情，咁先至係最危險。另外，亦都有啲問，如果我只係偶爾睇一次傷風感冒，使唔使搞咁大場大龍鳳去申請啊？咁又咁講，如果你一年只係睇一兩次，每次百幾蚊，你覺得負擔得起，咁當然可以唔申請，留返啲資源俾更有需要嘅人。但係如果你係長期病患，例如有高血壓、糖尿病，每幾個月就要覆診，又要長期食藥，甚至隨時有併發症要入院，咁我就強烈建議你申請訂一張有效期嘅減免證明書看門口。正如我頭先講，批一次通常可以用1年。如果你係65歲以上嘅長者，社工批核嘅時候通常都會手比較鬆，批個有效期長啲嘅俾你，費事你每個月都要走去申請咁麻煩。仲有一個情況值得講下，就係如果你突然之間急病入院，例如半夜3更入咗急症室，之後直接送上病房，當時根本冇時間去搞申請，咁點算？唔使驚，醫療費用減免係可以追溯嘅，只要你喺出院之後，或者喺收到賬單之後嘅指定時間內，嗱臨去揾醫務社工補辦申請手續，只要你符合資格，之前嗰筆數係有機會可以豁免返或者退返俾你嘅。不過當然啦，最好就係未雨綢繆，如果知道自己身體唔好，得閒就去搞咗個申請先，無謂到時急急忙忙。講到呢度，可能你會話，但我真係唔識填表喎。其實唔使擔心，你去到醫院嘅醫務社會服務部嗰度嘅職員或者社工係會協助你填表嘅。你最重要係帶齊文件。我再重複一次最關鍵嘅文件：身份證、長者生活津貼嘅證明，同埋所有銀行戶口嘅存摺或者月結單。記住係所有戶口啊！唔好收埋一個半個私己錢戶口唔報，因為政府係有權查核嘅。如果被發現虛報資料，後果可以好嚴重，除咗要嘔返啲錢出嚟，仲可能會有法律責任。但我相信大部分都係誠實嘅，只要如實申報就得㗎啦。其實香港嘅社會福利制度雖然未係最完美，但係當中有好多細節係可以幫到大家，只係宣傳得唔夠，或者啲條文太複雜，搞到大家唔識用。我做呢條片嘅目的，就係想將呢啲冷冰冰嘅政策條文，變成大家聽得明、用得着嘅生活貼士。我想特別講下心態問題。我見過好多老人家，辛苦咗大半世，儲落少少錢，係打算留俾孫仔孫女，或者留嚟做身後事。佢哋好唔捨得用呢啲錢嚟睇醫生。有病嗰陣，佢哋會諗，睇一次醫生幾百蚊，不如留返俾個孫買書包啦。結果自己痛住過日子。其實咁樣諗真係好傻。你身體健康，能夠精精神神咁陪住啲仔女孫仔，嗰種福氣先係最寶貴㗎。政府既然有呢個機制，就係想保障你哋嘅健康，等你可以安享晚年。你申請減免，慳返嚟嘅醫藥費，你中意留俾個孫又得，自己得閒去飲茶食個包又得，何樂而不為呢？唔好覺得申請資助係一件唔光彩嘅事，呢個係你作為香港市民，作為貢獻咗社會幾十年嘅長者，應得嘅福利。最後，我想做一個總結。如果你或者你嘅屋企人係年滿65歲，拎緊長者生活津貼，而又覺得公立醫院嘅醫療開支對你有壓力，請你記住以下3個步驟。第一，唔好怕，唔好拖，有病就要睇醫生。第二，下次去醫院或者診所嘅時候，主動問詢問處或者登記處，話想見醫務社工，申請醫療費用減免。第三，準備好你嘅身份證、長者生活津貼證明同埋銀行簿，如實申報你嘅資產，就係咁簡單。
一個簡單嘅動作，可能幫你慳返成萬蚊。最重要係換返個健康嘅身體。我知今日講嘅內容可能比較長氣，但係我真心希望講得詳細啲，等大家明白個流程，唔會因為唔識而卻步。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請你唔好吝嗇你嘅手指，幫我俾個 like， 同埋最重要係分享出去。你的一個分享，可能就幫到一個正喺度為醫藥費煩惱嘅婆婆，或者一個唔敢同屋企人講有病嘅伯伯。大家好好保重身體，有健康先有將來。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